唔講唔知，蚊最鍾意嘅顏色。各位同學仔，夏天一到，天氣又熱又濕，去到室外仲有蚊咬我哋添。除咗可以噴驅蚊噴霧，着長衫長褲，原來蚊都對顏色好敏感㗎喎。佢哋嘅眼結構好特別，鍾意停泊喺深色嘅物體上面，例如係黑色、深藍色。點解會咁樣呢？因為深色嘅物體會吸收熱能，而蚊嘅感熱器官對熱力同濕氣係非常之敏感嘅。當你着一件黑色嘅衫，喺佢嘅眼中，你就好似一個發緊光嘅超級大目標，話俾佢聽你有新鮮嘅血俾佢去補充營養。相反，如果你着白色、淺黃色、粉紅色等等嘅衫，佢反而會覺得呢啲顏色嘅對比度比較低，甚至覺得唔吸引，所以就會避開啦。各位同學仔，如果下次要去公園做運動、露營或者去郊外玩，記住要揀啲淺色系嘅衫，除咗會令到蚊冇咁容易吸你嘅血之外，都可以散熱得快啲㗎。想聽更多故事，歡迎你繼續打嚟關心一線27778899，接通後撳2字，或者 YouTube 搜尋小樹窿電台 Podcast 頻道重溫。拜拜。